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7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大家也知道，楼市低迷以后，给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问题和困扰。不仅买了房子的人资产缩水，现在正在苦苦挣扎；还有房地产上下游的也在炼狱之中苦苦挣扎。今天我们主要介绍房地产的上下游。你比如说设计院、施工单位这些员工现在怎么样？再看一看房地产的下游，那些卖房的中介，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看一看这个领域的牛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标题叫官方数据实锤，2020年设计院全面降薪。降了多少呢？恐怕你都难以想象。2020年设计院降薪不足3000元一个月，年终奖是没有，连985硕士也是这个价。那你说当年那个教你填志愿的，说未来土木工程什么设计很火，不愁没工作，这下好了。不知道多少设计公司的人或者设计院的人当年是听了这些人的建议报考的，那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们看一看多惨。文章说，先问各位设计师一个问题，你上个月到手的工资够还房贷吗？别急着回答，我知道答案大概率是不够。2020年的设计院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薪资大崩塌。曾经985硕士挤破头想进的央企大院，如今月薪3000成了常态。曾经靠产值提成年入20万加的骨干，如今年底结算倒欠公司钱。这不是个例，这是全行业集体沦陷。今天不聊情怀，用数据和真实案例把2020年设计院降薪的底裤扒干净。第一个，他说数据不会骗人，全国设计院集体沦陷。他不是哪一家设计院，全国所有的设计院都这样。他说先看一组数据，2024年到2020年，全国设计院的数量预计从2.4万家降到了1.5万到1.7万家，将近一半的设计院会在这波浪潮里消失。2025年前3季度，10家上市建筑设计公司营业收入平均同比下降 11.2%。2020年1季度，全国近200家中小设计院正式注销吊销资质，营收跌了，项目没了，院儿没了。你告诉我工资从哪里来？再看看薪资端真实数据，说北京某央企设计院985本硕连读，从业13年的建筑师月薪跌回3000元水平。华北某建筑设计院全员降薪 20%， 取消2级注册结构如建筑师补贴。广东某设计院底薪8000元以上员工下调 15%，5500到8000元下调 10%。北京亦庄某综合甲级设计院连续几个月只发2300到2500的基本工资，卡着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某央企设计院建筑学硕士7年半工龄，离职前每月到手4000元。某 TOP 10建筑院地产项目占比 65%暴跌至 19%， 全院平均工资缩水 34%。 更离谱的是，广州某设计院因长期拖欠设计费，垫资经营，已亏损数千万，宣布停工歇业。某西北设计院拖欠工资，员工工资近1年，拖欠1年就1年，他现在已经注销跑路了，遣散费1分都没有。深圳某上市设计院也崩了，奖金砍了，绩效砍了，基本工资也扣得差不多了。从央企到私企，从1线到3线，从建筑到市政，降薪这张多米诺骨牌已经推倒了整个行业。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就要问了，怎么这么惨？实际上有好几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是刀刀见血。第一个原因就是项目没有了，蛋糕没了。房地产投资2021年达到顶峰后，平均下滑超过 10%。 2024年投资额已回到了2017年水平，尚未触底。2025年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19.9%。 实际上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开工面积也是下降10%几，同比也就是在下降的基础上继续下降。住宅项目没了，商业综合体需求基本死光，大型公建项目存量为主，新增合同不多。设计院的项目排期从半年前就开始出现空缺，没有项目哪来的产值？
没有产值哪来的绩效？没有绩效哪来的高薪？原因二啊，就是低价内卷，利润被击穿，项目少了，抢项目的人却没少。以前1个亿的市政路桥项目，几十家单位盯着，现在一个几百万的道路翻修项目，也能引来10几家甲级大院围标。为了拿项目，设计费一压再压，设计费降了，工作量没降，活越干越多，钱越拿越少。这就是当下设计师的真实处境。原因三，人员过剩，供需反转。过去10年，建筑专业疯狂扩招，海量毕业生涌入设计行业。你看，这就是10年前填志愿的时候，人疯狂的填建筑行业。我以前说过的，我高中的时候，我一个同学，他第1年没考上，不知道第2年还是第3年考上的，但是他运气好，他考的是东北的一个什么大学，学的建筑，那他比我晚2年。等到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想留京，那根本就留不了，留京需要什么进京指标，还有什么留京指标，一大堆。在北京上学想留京留不了，但是他是在东北上学，2年以后，他居然从东北到北京了。他这不是什么打工，他是在北京一家什么设计单位还是什么，还是监理单位，我不太清楚。总之，所以后来我在北京打工那是飘着，他在北京打工不叫打，人家是北京户口。你想，他高考没考上，他补了2年才考上，而且考了外地的东北的一个什么大学。但是人家学得好，建筑，这就是那个时代选的专业。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是吧？我看他现在好像已失业了，不知道在干啥。不管怎么说，他是占到了红利。那但是2008年、09年以后学这个专业的，或者是10年以后填这个专业的，那就是好日子没赶上啊。4年大学一读，有的还读了个研究生，8年过去了，然后在工作的时候，2018年好日子没赶上吗？刚过2年好日子，是不是就爆雷了？现在正在炼狱啊！现在拿3000、4000的就是这帮人，惨吧？人员过剩，供需反转。如今一个基础设计岗位动辄上百人竞争，企业不缺人，不缺人就意味着不需要高薪留人。某民营设计院新人月薪4500，按每月26天乘12小时工作制计算，时薪仅14元，低于1线城市外卖骑手平均水平。985毕业画图，时薪不如送外卖，那怎么办呢？第4个 ，AI 正在取代基础岗位 ，AI 自动出图、智能建模、参数化设计，这些工具在项目减少背景下加速普及。2020年 AI 相关人才需求占比已达 30.4%， 超过了懂设计的人才和 BIM 建模人才。只会画图不会思考的基础设计师正在被批量替代。我最近正在练这个 AI 做图，发现越练越熟练，做图好像水平，我自己感觉比那个什么自己瞎做图找图来强得多。好歹那个封面图片它可以表达这个视频内容的意思，或者部分表达吧。这就是一个文章说的，建筑设计院月薪跌破3000，年终奖清零，985硕士也逃不过。那这还算好的吧？好歹给你发工资，对不对？但是还更惨了，这个文章说，设计院离谱怪象，贷款给员工发工资，看似续命，实则加速破产。如今的设计院早已不是当年的黄金铁饭碗，行业内卷，回款难，利润暴跌成了常态。相信不少设计圈的朋友近期都发现了一个无比魔幻的现象，很多设计院明明账上没钱，项目堆满，回款遥遥无期，却还在硬撑着发工资。深究背后真相，不是公司业绩回暖、盈利增收，而是老板靠贷款、借债给员工发薪水。最扎心的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行业通病，甲方长期拖欠设计费，无数设计院熬夜画图、赶方案、改图纸，熬完一个个项目，到头来全款、尾款迟迟要不回来，账面看着有营收，手里却没有一分现金流。为了留住员工，撑住门面，不直接停工倒闭，很多设计院只能无奈走贷款渠道，拆东墙补西墙，靠着借贷勉强维持基本运转。贷款发工资说到底就是饮鸩止渴，短期看似乎稳住了局面，实则是给企业埋下致命隐患。每笔贷款都是压垮设计院的重磅砝码。很多老板心存侥幸，觉得只要熬过寒冬，收回欠款，就能还清贷款，重回正轨。
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这个问题就来了，设计院甲方欠设计院的钱，对吧？设计费要不回来，那就应收账款。但是没办法，员工要发工资啊。好，他去贷款，那不就欠银行钱吗？贷款给员工发工资，实际上就加速设计院破产。为什么呢？因为甲方给不了钱呢。如果甲方是恒大，那你不就完了吗？甲方要破产，甲方或者应付账款就是给不了，设计费就欠着，一直拖。甲方如果融创、暴雷企业，你能怎么着呢？但是你设计院欠银行的钱，你可跑不了，银行贷款呢，追到你破产为止。资产是弹性的，就是应收账款是资产，资产是弹性的，负债是刚性的。你欠银行钱，这个债务那是刚性的，一分钱少不了。所以这个是对设计院来说，那基本上是饮鸩止渴。贷款发工资，设计行业回款周期本身就极长，少则半年1年，多则3、5年，甚至大量坏账彻底无法追回。而贷款有利息、有还款日，不会给企业任何缓冲余地。长期靠贷款发工资，只会让公司负债越来越多，现金流进一步被掏空，最终彻底断裂，走向资不抵债、破产清算的结局。近几年行业内这样的惨痛案例比比皆是。广州海珠区多家设计公司常年被甲方拖欠巨额设计费，后期为保障员工薪资待遇，持续贷款周转，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最终累计亏损数千万元，无力偿还贷款和债务，只能官宣停工歇业，彻底倒闭。无数员工被拖欠薪资，被迫失业。沈阳石油化工设计院也曾陷入同款困境，长期回款不畅，依靠借贷维持运营，负债持续攀升，最终因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正式申请破产清算。还有多家中小型民营设计院前期靠着贷款硬撑2、3年，最后不仅没有等来回款，反而叠加高额贷款利息，彻底资金崩盘，老板跑路，公司注销，员工薪资、社保全部打了水漂。这些案例无一不在印证，贷款发工资的设计院没有一个能真正的活下去，只是在透支未来，加速死亡。行业寒冬之下，最清醒的一句话：设计院可以自欺欺人硬撑，但设计人千万别跟着盲目陪葬。哪怕公司当下还能准时发薪，只要靠贷款周转，就已经亮起了终极红灯。对于设计院而言，越是发不出工资、回款困难的时候，越不能借贷续命。短期的体面换不来长久的存续，只会让破产来得更快、更彻底、更猛烈。而对于每一位设计师来说啊，更要彻底摒弃稳定的固有思维，不要再傻傻坚守、被动等待。这个我一直说，对吧？如果你发现企业不行了，你千万不要在那说我给你耗到底，你赶紧骑驴找马。对，也不是说你马上就辞职，你发现他不行了，他工资发不下来，或者是贷款发工资，这个时候你赶紧找工作，如果找到了赶紧走人，找不到，那你对吧？现在耗着，边耗边找，骑驴找马呀！你千万不要把你的时间在企业浪费。我一直说，企业有垃圾时间，我们个人可没有，个人没有什么垃圾时间，企业组织它有垃圾时间。你比如俄罗斯，它现在就进入垃圾时间，就等着失败了，下面都是垃圾时间，等着吧。对组织是有的，但对个人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一旦你的企业不行了，你不要想着我在这耗，渡过难关，万一它好了呢？然后欠薪越欠越多，越欠越多，你越走不了，越走不了，越欠越多。不要觉得公司一直在发工资就万事大吉，贷款发薪不是福利，是公司濒临绝境的求救信号。一旦发现贷款发工资，赶紧找工作吧。当下一定要提前布局，做好退路规划，梳理自身专业技能，积累项目作品，关注行业机会，利用空余的时间提升竞争力，及时规避失业风险。如果公司已经出现长期回款停滞、借贷发薪、拖延社保、变相裁员等情况，千万不要内耗忧郁，及时止损，趁早脱身才是明智的选择。行业洗牌仍在继续，未来只会淘汰更多靠借贷硬撑的低效设计院。只有提前做好规划，掌握核心能力，从业者才能在行业寒冬中站稳脚跟，不被时代抛弃。
我认为，甚至你可以换专业，换那个行业，没有人非得一个行业干到死，那干嘛呢？多干几个行业，你不是多经历一些吗？多经历一些，你懂得不多一些吗？以后吹牛资本不是多一些吗？为什么非要在一个行业上吊死呢？实际上就不想改变，厌恶改变，对吧？总想路径依赖，总想这个确定性，这个实际上是限制个人的发展，不是什么好事。那你看，这是设计院。实际上现在非常惨，设计院惨，那个施工单位更惨。施工单位大量的是放假，你就发1000多块钱让你回家等着吧。你也等不及你就辞职，等得及就等2年也是等，3年也是等。很多建筑企业都已经破产倒闭了。这个央企建筑企业，大家可以看那个上市公司报表，什么中国建筑、中铁什么的，这都有数据的。为什么呢？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地方政府也坏得很，他很多地方的大项目基建。人家把央企招去，因为知道央企你想办法能贷来款呢，故意让央企给他，然后呢让央企垫资。刚开始央企觉得这么好的肥肉是吧？那活让我来干，我做甲方，不是做甲方，他的总包挺开心的，他一总包然后往下分包嘛。但是结果发现政府没钱给，拖着，但是你得往下推，所以这个央企就不好，就只好自己往里垫钱，垫了之后那个地方政府没钱给，就这么套呗。所以这个央企建筑公司现在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啊！你不要看你是央企没用。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房地产的下游，这中介，咱们经常看到，因为我们很少跟那个设计院的或者施工单位的人打交道，就是咱们网友，但是我们会经常刷到什么卖房的，对吧？各种中介拍的那短视频卖房，好像这个给人感觉中介日子还可以啊，没那么惨。实际上不是。今天晚上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它标题叫收入跌破5000，中介行业在清场，平台在限流，客户在升级，留下的我们靠什么撑？他有些数据啊，不是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他说，房产中介这个行业啊，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层危机。冰冷的数据最能说明真相。近3年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比例超过30%，2026年1季度单季倒闭门店超过2万家。行业内部极度分化，71%的普通经纪人长期零客源、零房源、零开单，仅头部少数人能维持稳定高收入。58安居客研究院2025年房地产经纪行业年报显示，经纪人数同比减少3.8%，人均产出同比下降18%。收入数字更加残酷，全国中介人均收入从2023年约 1.5 万元降至2025年的约8000元，部分从业者月收入甚至跌破5000元，约60%的房产中介月收入低于5000元，72%低于8000元，仅约5%的头部经纪人月入可达2万以上。那可以吗？5%的头部经纪人还有2万以上的收入，那还是可以的。普通的经纪也就是5000块钱了。2026年，上海链家经纪人从3万锐减到2万，多家头部机构年度离职率逼近50%，3个月内新人流失率超过60%，流失主力已从新人转向成熟的经纪人，他们守护客户资源，具备专业能力，因收入与贡献严重不匹配，选择离开。数字不会说谎，你还在刷短视频，还在抱怨平台不推流，还在觉得自己拍的视频其实还行。2026年5月，抖音强化了对房产类内容的资质审核与合规管控，只要话术稍有不慎，视频就直接被封杀或限流。现在中介都在拍这种探房，对吧？这个视频，靠这视频在网上引流，但是这现在也不好干了。你这拍出视频稍微不注意，你这个视频就发不出去，或者是限流。拍一条同质化的探房视频，系统大概率判定是在复制粘贴，直接按在几百播放的池子里起不来。直播说房子，除了自己和同事，直播间在线人数不超过10个，那剩下几个还是误点进来的。行业在清场，平台在清人，客户在升级，从无所事事到拼了命去了解，中间隔着一次当头棒喝。很多做短视频的房产中介，今天拍个小区探盘，明天念一段政策通稿，
后天对着镜头骂2句市场，播放几百，偶尔破千。他觉得自己正在做短视频，比那些人不拍的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努力了，但现实是什么呢？2020年抖音的机制已经彻底变了，个人号禁发房产内容，企业号需入驻房产服务类目并缴纳保证金， AI 模板批量混剪，同款文案画面被判定为同质化，直接限制推荐。更残酷的是，超70%的房产经纪人使用营销渠道，在一个典型月份里获取的有效客户数为0。这个时候才会有一部分人开始真正着急，他不再满足拍了就行，他开始研究别人为什么能火，自己为什么不行。他开始看数据，看竞品，看平台规则，这就进入了第2阶段，拼命去了解。也就是说，房产中介要么离职走人，要么留下的，那就开始适应，开始拍短视频。拍短视频你就了解平台，了解规则，你不拍短视频你更没有用户，引不来流。而这个拍视频也不是一句话那么容易，自媒体这东西不是谁都能做的。我最近一直在讲这个自媒体内容焦虑、流量焦虑。你说房产中介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内容焦虑，你每天拍一套房子肯定是不行的，每天你得找不同的房子、不同的户型、不同的特点的拍，拍完还剪，想文案，完了这东西刚开始还没人看，然后你得搞剧情。关于这个自媒体拍那个看房视频，我最近刷了一个人，那人名字我忘了，高高胖胖的，那个人就典型的流量焦虑。他其实拍的挺好的，他刚开始拍的是北京老胡同那种，这你受得了吗？什么3、5好友一起这个上厕所，什么洗澡，就是他去拍那种北京那个胡同里面的那种房子，好小，非常非常的小，就像那个贫嘴张大民的那个什么幸福生活那上面的一模一样。然后他动不动来一个仪容镜，来个什么这你受得了吗？然后这个什么离天安门、离这个故宫或者离这个大石烂就100米等等，就是反正这样，然后进去那房子好小，然后进去胡同里面你还容易迷路，你得做记号。然后经常拍的房子，胖一点的人还不能直接走，你得横着走，像螃蟹一样的，要不然进不去。我为什么说他流量焦虑呢？他拍的挺好的，我觉得他拍的挺有意思的，把一个看房看那么差的房子，居然拍的很有滋味，很有特点，他语言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有的他为什么说他焦虑呢？他刚开始这么拍，大家看着挺有意思，但是你天天这么拍，很多人就觉得烦了，流量就下降。流量下降他怎么办呢？他本来是一个人拍，他后来就请女的，他带个女的一起拍。那个剧情一般的是带女的去租房，他是中介，带女房客去看房拍，这拍的也挺有意思是吧？好歹变了嘛，有个女的，但是这个你时间长了又不行，对吧？大家又看腻了，他就换一个女的更漂亮的。你想想，你一个人拍，那你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是赚100还是赚800还是赚8000，你是一个人。2个人，那你就这钱就得2个人分呢。本来他拍他有个摄像，对吧？团队2个人，我不清楚还有没有剪辑，那你再加一个人3个人，对吧？那是不是你不要看流量不变，或者是说，但是你收入是降的，你会多了一个人吗？好，这个又不行了，流量又在降怎么办呢？他就换人，对吧？换更漂亮的，或者换更有特色的这种。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又不行，这叫流量焦虑、内容焦虑。因为他拍的那些房子，他不能天天都有得找。他现在焦虑到什么程度？跑到上海拍去了，因为北京再没法拍了，你知道吗？拍完了，题材枯竭，北京各种房子都拍过了，你再拍人家都看过了，没意思了，是不是这个逻辑啊？你说来说去就是恭王府边上，这个府边上，那府边上，离着这个广场近，那个就这点，然后那个房子就那样，你再拍没有新意了。所以他现在跑到上海拍那个弄堂，上海的老房子，开始在那儿。实际上不做这个行业的人不懂，你做了自媒体你才明白哦，他实际上是流量焦虑，没有办法。上海拍完去哪儿呢？你老拍上海那个慢慢的没人看了，你也得换。做自媒体就是内容焦虑、流量焦虑，不是每个中介都能做到，很难。有的中介吧有点天赋，做的还可以，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不适合做自媒体。这个尤其出镜的，像咱们这口播还好一点，那种出镜的靠台词的，要很强的一种表现力，要表演呐，
是那个是实际上是疯狂输出啊，是在榨干自己啊。表演就是这样的，它有爆发力啊，它有这种你这死不愣登的那种，一看就是无精打采的，好像得了什么病一样的，那你效果就差。你非得有爆发力，非得感觉好像是吃了什么，对吧？狗懒子是吧？狗嘚儿的，要亢奋，所以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所以说，你说房产中介只能靠这玩意，对吧？来带流量，那当然不容易做了。自媒体也是流量焦虑，为了流量，那很多人拍段子，那什么招都使啊。只要平台能过审，他什么招都使。很多东西，自媒体这东西火的特别莫名其妙，但是消失的也特别快。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给大家介绍过是吧？提到过，就是那个安徽阜阳有一个叫鲍晓光，他是个装修工，高中毕业好像是装修工，但是他喜欢三国，他回家召集他们村的老头老太太拍《三国演义》，骑个自行车，拿着大粪瓢，模仿这个关公啊，他们还骑电动车的，拿着大草耙子是吧？当武器拍土味三国，去年还是前年还挺火的。但是现在慢慢就没了，那东西焦虑，就是说你拍前10集还可以，大家愿意看，你慢慢拍后面全是这个东西，慢慢的它流量就没了。你非得有新意，要创新。它刚开始很火，央视都跑去报道，内容焦虑、流量焦虑，你任何东西一成不变的这么搞下去都不行。所以我这个房地产节目、股市节目，最近流量也不行，流量不行，那我就得改吧，对吧？就得改，想办法怎么改，把它说法、把它结构改一改。这些都是要动脑筋的，对吧？这就是消耗你的脑力。但是有人直接抄袭、剽窃，对吧？你怎么说我也怎么说，你那节目什么样我也什么样，你从哪儿说起我也从哪儿说起，对吧？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在那说一遍，这种你这投机取巧、弯道超车，好多粉丝还说这对，这可以。抄袭最容易，没有试错成本，也不用动脑筋的。总之，今天讲的是，对吧？有人楼市低迷，房地产低迷。确实导致很多行业越来越难，但是是不是这个难就过去了呢？恰恰这一切才开始，千万不要以为过去了，什么稳住了，现在是顶多算得上中产休息。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是恶性的，这叫负向循环，恐怖螺旋，一旦启动没那么容易停下来。现在叠加的吧，人口在下降，叠加，你看现在幼儿园人数，幼儿园的学校的数量，幼儿园的这个入园的小孩数量都在急剧下滑，这些导致什么？导致明年后年3年以后学区房还有人问吗？学区房也会断崖式下跌，这个东西你能改变吗？你改变不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再加上现在很多父母对吧，已经祛魅了，也就是他认为你小孩你花那么多钱，然后让他上个这个学校那学校，到时候学习不好，即便学习好出来也是送外卖，找不到工作，遭那么的罪。何况还有学习不好的，你花那么多钱，最后人家你投的每一分钱，你1年给他10万块，你好学校之后你肯定还有辅导班呢，你不上辅导班吗？你去好学区那更得上辅导班呢，要不然你学区不是瞎上了吗？白上了吗？所以这玩意都是就像那个你买个貂穿上，你光买个貂有什么用呢？你买个貂准备是挤地铁是吗？准备挤公交是吗？那让人烟头烫坏了怎么办呢？你买了个貂，你的所有的都得提升是吧？那你手上得戴个表，脖子上得挂大金链子，皮带的改成那个枸杞的，是不是？皮鞋的换，你下面你穿个环球鞋肯定不行。一样的，学区房也一样的，你选了学区房，你以为完了吗？你还大量的投入什么辅导班，很多家长认为没必要了，这些钱投了之后，孩子不一定学得好。而且就是学得好回来只会加重他送外卖的这个负担，心理负担，对吧？送外卖1个月吭哧的5000块，很多家长想明白了，祛魅，对吧？算了吧。等到家长不卷的时候，你那学区房还卖给谁呢？会有人买，但是不会价格那么高，所有的溢价，所有的泡沫都得去掉。人口是个重要因素。这个大和财立方说，我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存量时代。什么概念？存量时代啊！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交易量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这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从增量时代
已经进入存量时代。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分析市场要看新房和二手房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存量时代到来，二手房交易上升，新房交易下降是常态。要正确看待开发投资、新房销售面积等房地产指标下降的情况，这是各地落实关于严控增量要求的反映，也是市场快速形成供求平衡的表现。发达国家历程表明，存量时代新房和二手房相加的房屋交易总量不会明显下降。房地产拉动投资的方式将转向参与城市更新，大体量连片开发的大盘项目将越来越少，小而美项目成为市场热点。房地产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从增量为主向存量提升。城市更新中的城中村、危旧房、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将成为稳投资的重要力量。二手房对市场量价影响作用也将不断增强，定价主导力量不再是房企，而是分散的买家和业主。进入存量时代，房企将从单一开发向代建、租赁、运营等多元化转型。这是大和财联方说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跟我过去讲的一样，咱们说对吧，已经容不下那么多全国性的房企了。你说还那么多家全国性房企，那不都得等着清算吗？未来没有那么多房在开发，即使有，那也是地方那些地头蛇，对不对？人家更了解当地，全国性的房企没有什么前景。所以说还有很多人指着这个全国性的房企，它都是上市公司啊，还指望它能反弹创新高，那不就是在做梦吗？已经进入夕阳，是吧？等着自由落体。什么叫自由落体？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